2026年就嚟到啦，係時候睇睇自己嘅運勢點行啦。好多觀眾同我問開年嘅運勢啦，都話最緊張嘅就係揾錢、事業同埋健康嘅。其實大家都喺電視度見過我㗎啦，我係風水大師兄。之前呢，喺通靈之王兒攞咗冠軍啦，亦都做過超能力學院嘅導師。同好多嘅學員一齊去突破自己嘅界限，正因為係咁啊，我更加明白點樣可以用到玄學去幫到大家實實在在咁解決問題嘅。八字唔係為咗認命，而係幫我哋每一位去認清自己嘅運數同埋能量。邊段時間行財，邊個方位利事業，點樣去調健康，我都會喺我課堂逐一為大家拆解，仲會教你道法術器去提升運勢，等你可以自己幫到自己，亦幫到身邊嘅至親。你可能會驚我冇基礎喎，點跟得上學習呢？放心啦，我教過唔同年紀、唔同背景嘅學員。由電視節目到線下課堂，我最識嘅就係將複雜嘅內容做到最簡單化嚟教俾大家，等你可以好輕鬆咁上手。新嘅一年行出自信同埋底氣嘅。如果你都想新嘅一年咧把握運勢，活出更順嘅節奏咧，歡迎 WhatsApp 我嘅助手，了解課程同埋報名嘅詳情。WhatsApp 嘅 number 係59303416。祝大家喺新嘅一年行運行到腳趾尾！